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分享。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透过这每一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期待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忠心的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个守护信仰的一个坚持的主题，也期待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持守那份纯正的信仰。因为上帝其实他不看我们所说的话需要有多么大的能量，或者是有多么厉害的表现，他最在乎的是当我们的生命在环境好的时候，那我们懂得感谢神；在环境不好当中，在心里有些时候生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依然能够爱主，感谢上帝。所以在今天晚上，期待我们能够有这份不离不弃的生命态度，那我们一起持守住我们心中对上帝那份纯正的爱，然后坚持住，来一起为主而活。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的心依然仰望耶和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依然仰望神。岁月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想做，我想有，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最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想做，我想有，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想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纯净跟随你。虽然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想做，我想有，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之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我心坚于你，我口宣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牵动你名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
我心坚定于你，我口传到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晚上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主祷告祈求，我们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在每一次的经历当中，从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看见我们生命的亮光。主啊，让我们生命当中那宝贵的感动以及恩典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住那份救恩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喜悦跟盼望。我们再次将以下时间全然恭敬仰望，愿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再次聚集，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申命记第13章里面的第1节到第18节里面所谈论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持守纯正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叫做纯粹那到底我们所认为坚持的那份真理，或者是我们认为那非常宝贵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语一起来明白。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曾经在我家附近有一间这个面摊老店我看这个老板说话还蛮少的不常讲话。那这个面摊都也没有什么特别装潢但是面的味道有一定的那个浓度那有一次呢，这个老板我曾经去问过说老板，你曾经在做这个餐点的时候，你在预备的时候都要早上几点就要开始来做他说他是每天凌晨3点他就需要去熬那个大骨汤然后呢不加任何的化学的调味料。但是后来呢，我发现这间面摊的老板好像不做了结果换成这个年轻人在接手那有一次我去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尝起来这个味道好像有一点改变变得好像有一点像Seven 这种有点素食的味道这个吃得出来。然后呢，这个吃完以后感觉好像舌头有一点麻麻的，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就好奇刚好就去问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说因为他的爸爸已经年老了，那现在换他们年轻人来做那我就问了，我就好奇的问他说那这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这个年轻人这个头家囝就跟我讲，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爸以前那个在熬煮的过程3更半夜太慢了，太累了，所以呢他觉得现在要迎合这个时事科技讲求发达嘛，所以呢他特别去加了一点点，我相信有人在煮饭的时候一定会做高汤粉有一次我真的是去便利超商去看，还真的有这种东西这个味道又香又浓，而且它可以省下好几个小时的瓦斯费。虽然这个生意看起来好像还可以，甚至有些时候好像还会变得更好，可是实际上我在回想我这一种做老顾客的吃到以前他的父亲所熬煮的这个菜这个面，我发现跟现在我吃的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所做的好像不太一样。那我感觉到这种很纯粹的这种食物的灵魂好像不见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简单的譬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些时候也是类似的情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面临到有一种好像多增加一点变化，多增加一点味道，
可实际上这些变化跟味道，其实都是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诱惑。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已经不流行这个了，哪个神机骑士比较快，比较有用，甚至成功神学怎么样做会比较吸引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申命记》第13章，这段话要怎么样告诉我们，上帝那位创始成终的这位大老板，他如何叮咛我们这一群如何去继承耶稣基督所遗留下来那宝贵的生命。千万别为了要求快，甚至为了求热闹，甚至而让这个信仰的本质怎么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好像走了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申命记第13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今天要一起从第1节到第18节来看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牧师鼓励各位，我们按照我们每一天大概一个段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虽然你要把整本圣经读完，按照这个新眼光的这个读经，必须要花6年的时间你才读得完，但是我觉得稳扎稳打，把每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甚至背景，还有所陈述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觉得会让你更长久，能够更了解神的话如何来对我们做教导的功课。那我们一起来看13章的第1节到第5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机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机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注意，他是说既用言语来去叛逆那位上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一段里面，第1节他提到一个预兆，无论是谁所讲的预兆，或者是神机奇事，这些谈论到的都是一种叫做超自然的力量。其实上帝他允许这些神机奇事发生，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发生，但是他也在测试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爱神的心智，我们爱神的程度到哪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帝他说那些假先知预言也会怎么样，是会应验的。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的环境社会当中，甚至不同的宗教信仰也都同样讲求这个让人感受到的超自然力量。但是我们常常以为会灵的就是神，但是上帝在这里他戳破一个谎言，好像有人当他给你一个，我告诉你这个会发财的这个乐透号码，如果真的中了，那你就会更相信这个人，不是吗？而且你会更相信这个人所要讲的话，甚至你所感受到这个灵异的事件。但是这个代价会让我们会慢慢的离开教会，而且会离开上帝。上帝说，这是我给你的随堂考验。所以我不晓得，当你在你的生活工作压力当中，如果你透过属世的环境所带给你来检验这位上帝的真实存在，那么你就有可能落入如同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其实上帝都在看，上帝在看的是他所爱的那一个人，那一个上帝的儿女，他是那个因为神迹所带给他的甜头，
那个当着这个好处啦，还是为了爱那一位赐恩典的神他自己。即使我在困难苦境当中，我依然持守这份真理，永远把神排在我生命的第一位。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的经文第6节到第11节，我们继续看下去，申命记第13章6到11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都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在第6节经文当中，他提到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你的同胞弟兄、儿女、配偶，还有你至亲的这些朋友们。这些暗中引诱指的代表的是什么？这个他们如果在暗中引诱你，代表是在情感上的一种游说啦，被给你塞人啦，白一个塞人。在当时候的律法里面，你去看第8节到第10节，他谈到我们不可以，你不可以依从他，你不可听从他，你不可以顾惜这一个人。为了顾惜他，然后你还连续他，甚至为了遮蔽他而怎么样，而跟随他所讲的这些话。各位弟兄姐妹，这里的这段话8节到第10节谈论到，为了保护这些上帝的百姓不被偶像崇拜所腐蚀的方式，这段话特别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可能看起来好像杀气腾腾要自杀，要杀他，甚至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会跟着下手将他治死。各位弟兄姐妹，看起来是好像杀气腾腾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这种看重家庭的人来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哇，圣经怎么会这样子讲话？圣经怎么会用这种好像很残忍的话？但其实圣经在这边在讲的是，上帝在讲的是一个优先顺序。很多时候我们偏离上帝的话，不是魔鬼，而是我们这身边很亲的亲人。亲人会因为你好像受的苦，他会希望为了保护你而告诉你不要做了，不要为了这种事情继续坚持下去，不是吗？这难道不是我们身边很好的朋友也会这样跟我们说吗？这间教会如何如何，不要去了，换一间教会吧。各位弟兄姐妹，有人会跟你说，哎呀，今天天气太阳太好了，我们今天出去玩，不要去聚会了，陪我去喝杯茶吧。我们心里面想说，好像也可以反正我把它当作我要为他，我要传福音给他，我要陪伴他，我今天可以跟上帝请假一下，可以吗？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刚好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哇，刚好这个礼拜天这个生意正好的时候，不赚钱可惜啊，如果我没有赚的这些钱，我怎么拿来奉献给神？过去在我的家庭里面，我的父亲也曾经这样做，但是我后来发现，神所给予他的并不是带来这些属世的祝福，而且是让他每一次在礼拜天的时候，只要他要去工作，那一次的工作的平顺度特别的有问题。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相信神在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提醒我们，越是亲近的人，有些时候那一种温柔的诱惑温柔的引诱是特别的大。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份纯正的信仰很重要，你必须要先学会以爱为名，但是却要我们离开上帝的那份建议的时候，你就要小心。
甚至你要大胆的、勇敢的、坚定的说 No， 我不愿意这样子做。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因为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为自己找了许多没有办法持守那份信仰的存在性？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12节到第18节，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这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们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谈到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这个匪类是什么？指的是不守律法、卑劣的人。当整个群体或城市开始集体在背道的时候，在违背神的真理的时候，不要盲从。我们必须要经过探听，我们要去查考，我们要去知道，细细的去访问。圣经这样讲这些代表探听、查究，甚至细细的访问，代表是一个程序就好像教会里面，如果你发现不管是个人或集体里面，他们有一些讯息上面好像听起来好像是好像似是而非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探听、查究清楚，而且要小心的去访查清楚，把这些问题去查明真相，并彻底的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要彻底的铲除16节读起来确实会有一些震撼那他说城里的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这个街市上，用火将他这些所抢夺来的财物都要把它烧尽那这个城就永远作为荒堆，不可再建造看似好像非常绝望的一个行动烧尽毁灭。这里谈到这个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是一种代表是公开透明的。也就是说，后面有讲到说用火将城其所夺来的这些财物，当在古代的战争里面这个赢家赢的那一方通常会把这个所抢夺来的这些掳掠来的财物把它当作是什么？他发财的管道了但是上帝他下令是要全部烧掉，你不能拿，为的就是要证明这一次的行动绝对不是为了我要掠夺你，要夺取你的财物。我这一次为了要守护这份信仰的纯洁，而把这个不好的事情怎么样？把它根除掉。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人他所做的似乎在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做的，那他就属于这个掠夺财物。在我的势力，我的能力，这个是我所带的，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我怎么去做的，这样子的思维是有问题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功劳都是属神的。所以这里又提到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其实在告诉当时候
我们去不管是你得胜，你在战争当中你得胜的一方，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永久的记号，是上帝与你立约的记号，是在警示这些后世的人后代的人，要背离生命的源头，上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因为罪而远离神的，或者是因为罪或者是因为个人的私利，或者是因为我们当中的不足而离开神的，我们都要互相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接续一直到17节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上帝他不希望百姓在处理罪恶的过程当中，因为贪恋哪些财物而沾染了那个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侍奉神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是为了想要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梦，期待的那个美好的侍奉的景象，而忽略了我们生命当中是需要有神的话语，是需要有神的道，是需要有主的爱，是需要有主的更多的生命力来为主而活。我觉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纯正的信仰，一个谦卑温柔，然后不求利益，甚至任何的诱惑难不倒他。他懂得怎么样去拒绝，他怎么样走在父神的心意道路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这段圣经节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带给我们不是叫我们去烧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叫做断开诱惑，不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你因为利益，为了自己的诱惑了你，影响了你，而让你觉得我可以这样子做会更好。如果你因为这个诱惑你的东西讲的好像还蛮合情合理的，但实际上它已经诱惑了你的心，已经带领你离开了神，那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更多祷告，求主来怜悯我们。在今天的圣经节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14节里面他讲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我不晓得你对神的话语真理，你有没有时常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检视自己或检视人的生命？上帝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多网络媒体，有很多人讲的东西都好像都还蛮对的非常好，都有些时候都讲的好像比圣经还要直接，很要清楚。但是上帝在告诉我们要时常细细的查问，不要看这个世界或者看这世上的网红他多么有魅力，口才多好，这份资讯多么好，或者是某位弟兄姐妹他讲的话多好，这些都不是。我们不要为此而全盘接受，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检视人的生命，他所结的果实是否符合圣经。信仰不能随着这个大环境的这个水流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力在走。我们要追求的是，这是不是上帝要我们持守的？我们要在祷告当中一起来认识，一起来感受，一起来领受。提摩太后书第4章3到4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各位弟兄姐妹，持守纯正的信仰，绝不是要叫我们变成一个守旧的木头人，而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见证人，见证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见证主的救恩在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身上，如何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在平时教会里面，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营造一个教会美好的文化，
这个文化就是每一天我们学习去关心鼓励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每天花5分钟一起读经，或者是每一天我们一起鼓励彼此，你有没有读经啊？我们这时候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不好？花个5分钟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节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不是为了要完成这是牧师所交付给我们的功课，而是为了要让这个真理的味道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这个不好的假的味道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故事我们所藏的这个假的一进来，你要马上能够分辨。第二个，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形成一个文化，就是彼此守望。我刚刚有讲说我们要读经，我们一定要有守望的关系，不是只有你有在读，但是没有人了解怎么读有很多人真的不了解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感动，但是他就是没有感动。但是你说他没有读圣经，当然没有感动，没错，这就是事实。但是他不会读圣经，他需要有人陪伴他。所以彼此之间的守望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有些时候牧师真的很鼓励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彼此关心，不单单是关心他的生活最近的状况，进来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心他的属灵生命状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虽然凝聚力强大，但是当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属于比较害羞型的，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凝聚的关系，好好的把我们这种有些时候会比较内敛的生命重新能够活出来，能够活出对人更多更丰富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家人朋友，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持守这份纯正的信仰。我们要持守这份纯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深深爱着我们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基督。他看重我们的生命，那么的坚持走到生命的最后那一刻。那么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否也能够把这份对主对上帝的那份忠心，能够转化成为我要能够发挥上帝所赐给我生命的最大影响力，去祝福别人，去帮助别人，不是单纯我们自己 happy 就好。自己 happy 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说自己能够一起在一起的关系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自己在一起要如何能够在彼此的手机里、生活圈里面、朋友圈里面，有没有哪一些不属神的，有哪一些声音，甚至有一些会让你感受到不安的，我们都要远离。我们要告诉他，要告诫他，我们要提醒他，我们是否愿意在今天邀请他一起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好好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坚持持守那份对主纯正的爱跟纯正的关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那份默默守护信仰的忠心，能够真实的走在你的心意道路上，得着上帝的喜悦。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一些在信仰当中的添加物，我们羡慕那一些比较快速能够触摸到人的心，甚至让人感动的一些新鲜的事物。但我们今天，我们恳求你，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愿意用敞开的心重新回到你的话语里面，把那份起初对主最深刻感动的爱找回来，重新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遇到有引诱我们的话语，要我们离开神，甚至要我们转移跑道，重新在做事一样在为主做事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检视，我们要更多的细细的去好好查明。恳求神赐福我们，赐福你的教会每一位信徒，
虽然有时我们会有软弱，但我们有你的真理作为我们生命的后盾。我们期待那份拯救人生命的宝贵福音，在我们的信心里面，能够守住如同活水泉源般的纯正信仰。恳求圣灵再次点燃我们内心感动的火，让我们能够在顺境当中感恩，在逆境当中我们不灰心，继续为主而活，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来点燃生命的亮光。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来祷告，阿们。谢谢大家在今天短短的时间当中的陪伴跟聆听。如果你刚才跟着我一起在祷告，心中有感动，或者在今天的内容当中你有感动的，也欢迎你在底下的留言区能够留言无论是一个爱心，或者是一个贴图，或者是短短的一句话，相信都是你内心当中上帝圣灵对你的感动。期待你用你的行动，用你的分享，用你的见证，能够带给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你身边的朋友。我们在主面前再次邀请各位，期待我们下一个礼拜的再见。那愿主赐福大家，持守住那份纯正的信仰，是非常美好的。愿你平安。